学测伫要到啊，台南咸水母庙为着帮助学生会当求一个好成绩，举办月丁文创节活动，互学生除了会当了解在地传统文化，嘛会当考到一个好成绩。祈求我们盐水地区、还有大溪营地区、还有台南市的所有的考生，都能够考运很好，都能够考上理想的志愿。 为着予考生有一个好彩头，母庙嘛特别传孙啊，代表考试顺利，还有芹菜、菜头等等相关的吉祥物。也给学生准备了一个凤梨，就是希望他们的考试运都很旺盛。然后还有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还有韭菜呢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10拿9稳，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最好的实力。上尾啊，市长嘛带所有的学生来烧香拜拜。 学生除了收到家赐的祈福鉛笔，嘛伫文昌的祈福卡片写着家己的心愿，希望会当考到心目中的学校。